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域啊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每日進步1%。每日進步1%呢個觀念係源自於複利效應嘅數學原理。如果一個人進步1%，每一日，一年之後，佢嘅能力將會係原來嘅37.78倍。呢個觀念強調嘅唔係巨大嘅躍進，而係持續不斷嘅小進步所帶嚟嘅驚人累積效果。今次分享個故仔就係有關於一個游泳選手嘅故事。英國游泳選手曼克爾嘅故仔完全詮釋咗呢一個概念。曼克爾喺高中嘅時間並唔係一個頂尖嘅選手，係排喺隊伍嘅中後段。某一次嘅比賽唔係太好，佢嘅教練同佢講話唔好嘗試企圖一次過改變太多，只要每一日專注進步1%。起初曼克爾半信半疑，但係決定嘗試。第一日，佢專注改善轉身嘅技巧，節省咗0.3秒。第二日，佢調整咗呼吸嘅節奏，游起嚟更加之暢順。第三日，佢加強咗腿部嘅打水效果。第四日，佢改善咗起跳嘅時候嘅反應。佢冇設定話要一個月裏面減慢5秒呢啲咁大嘅目標，而係每一日問自己：今日我可以喺邊一個小地方度進步1%？一個月之後，佢嘅進步並唔明顯，只係快咗大約1.5秒。但係3個月之後，隊友開始注意到佢嘅改變。第6個月之後，佢已經成為隊入邊前幾名嘅選手。關鍵嘅轉捩點係發生喺一次重要嘅選拔比賽入邊。比賽前一日，邁克爾感冒，狀態好差。按照翻過去嘅思維，佢可能會放棄或者表現失常。但係今次佢思考緊嘅嘢就係：今日我能唔能夠喺病嘅情況之下進步1%呢？佢調整咗成個策略。佢起跳嘅時候更加之保守，更加之依賴技術嘅動作，而並唔係體力，更加精準咁樣喺轉身嘅位置度做得更加之好。結果佢唔單止達到咗參賽標準，甚至創下咗個人最佳紀錄。最終，邁克爾喺畢業之前贏得到佢個地區冠軍，並獲得大學獎學金。畢業嘅時候，個教練話俾佢知：你知唔知啊？如果你真係每一日能夠進步1%，一年之後你會比原來強37倍。但實際上更重要嘅係，你培育咗一個持續進步嘅心態，呢個比任何一次嘅勝利都更加之有價值。聽完邁克爾呢個故仔，帶俾我哋一啲啟示。咁呢個故仔究竟帶俾我哋一個點樣嘅啟示呢？呢個故仔話俾我哋知，睇落去好似微不足道嘅1% 進步，經過咗時間嘅複利效應，會產生驚人嘅變化。而且呢個1% 嘅改變嘅進步係可以實現到嘅，唔會話令人哋產生一個好大嘅壓力，去做下就會放棄咁樣。佢將佢個重點，將一開頭追求一個大嘅成就或者大嘅成功，轉變為一個持續改進嘅過程。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哋 set 嘅目標 set 得太高嘅話，當自己落手落腳做嘅時候，當中如果遇到啲唔太滿意嘅時間嘅話，其實有機會會產生啲無力感出嚟。其實就係因為嗰個目標太大，同自己嗰個預期有落差，咁樣就搞到好容易會放棄一啲事咁樣。佢呢度教我哋每一日進步1%，就算好似邁克爾咁樣，佢臨選拔賽之前，佢個身體嘅狀況唔係太理想，但係佢都依然都會喺度諗，哇，會唔會話有咩地方可以進步到呢1%呢？其實佢呢一個就正正係一個思維上面嘅突破，因為佢每一日都係習慣咗自己喺度諗，
每一日有咩地方可以改進得到咧？咁令到佢自己喺遇到問題嘅時間，都係用一個正面同埋積極嘅態度去面對佢，去解決佢，從中嗰個結果基本上就係向一個好嘅方向發展。咁呢個當然係最理想啦。其次就係話喺佢要面臨呢一啲重要時刻嘅時間，佢個心理質素，佢冇因為一啲唔太理想嘅條件環境之下，令到自己嗰個心理質素崩潰咗落嚟，依然都係好積極咁樣面對佢。咁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，咁梗係成日都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噶啦。今日分享咗一個故仔，希望從中可以攞到啲嘢放翻落去日常生活度用得着。今日講到咁多先，拜拜。